喺幾千年前嘅古老以色列社會，女性通常係無權繼承屋企嘅產業，尤其係當一個家庭冇仔嘅時候，所有嘅地業同資產都會轉去家族中嘅其他男性親戚。試諗下，如果你係其中一個女兒，眼白白睇住你家族世代相傳嘅地土，就咁樣被分配俾旁人，你心裏面會係幾咁唔甘心同無奈呢？但西羅非哈嘅5個女兒，佢哋冇選擇默默接受命運，佢哋鼓起咗無比嘅勇氣，直接去到當時嘅最高權威先知摩西大祭司同埋眾領袖面前，大膽地提出佢哋嘅訴求，希望可以公平咁繼承佢哋爸爸嘅產業。呢個舉動喺當時係非常突破性嘅。摩西將呢件事帶到上帝面前，而上帝嘅回應竟然係，上帝親自回應，西羅非哈嘅女兒說得有理，更為以色列民族立下咗新嘅律例，確保女性都有繼承權。呢個故事話我哋知，無論你背景係點，只要你勇敢咁來到神面前，憑着信心祈求，你都可以承接屬靈嘅產業，體驗佢無限嘅愛同公義，活出一個豐盛嘅生命。